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探评书。今天是2026年2月11号。這一期咱們聊一聊教師轉崗這個含義早就吹到教師這個行業。現在可以說這個教師行業已經被含義多次吹到，現在恐怕是第二輪、第三輪了2026年一開年，關於教師這個行業，壞消息是一個接一個教師這個鐵飯碗，教師編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慢慢的被打破，慢慢瓦解，這個誰也沒辦法。現在從前幾年開始各個地方開始試點，逐漸的很多地市、很多省份已經開始實行教師轉崗。什麼叫教師轉崗呢？我們以前節目介紹過有的教師有編制，那就把你轉到一個鄉鎮也有編制的這麼一些這個單位，有的是把你小學老師去教初中，因為小學老師先富裕这個大家都知道吧？你这個現在小孩少先是幼兒園，再是小學，小學老師轉崗到初中，甚至有的轉崗到高中，這還算好的，這好歹還是當老師。有的就轉崗去幹別的了，窗口的辦事員、社區的這些業務員等等那有的還轉不了，更這個糟糕也就是說這個教師這個編制，這個鐵飯碗已經開始鬆動。狼終於來了，喊狼來了，狼來了，喊了多少年了，狼還是來了。這兩天九派新聞它有個採訪，它有個報道就關於縣城轉崗教師發聲。縣城轉崗教師稱很多東西要重新學，這個一下就上了熱搜，又引起人們的關注，讓很多人對教師這個群體、對教師這個行業又有這個一個了解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他這個上了熱搜之後這個報道就被刪掉了，也不知道什麼地方說了不該說的，或者是犯了忌諱。總之這個報道沒有了。那我們就看一看他說的是啥。這個九派新聞說他說邊幹邊學還不能完全接手工作，是近年來隨着中小學學齡人口波動，教師結構性矛盾問題在多地顯現。為優化資源配置，湖南、江西、河南等多省通過公開選調考試、縣管校聘等方式實現對師資的合理調配。2025年8月，湖南某縣教育局為進一步優化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隊伍結構，面向全縣在編在崗中小學教師公開選調230人進入縣職和鄉鎮所屬事業單位工作。在此政策背景下，教師轉崗即在職教師離開原教學崗位，在教育系統內部或外部轉換工作單位如職務類型，逐漸成為常態化。一批青年教師戰勝了職業選擇的十字路口。在農村學校，數學可能真的是體育老師教的，基本上2個老師就包一個班。劉先生告訴九派新聞，他表示新的崗位對自己來說是從頭再來，具有一定的挑戰性，自己認為適應。從專技崗轉到管理崗，職稱不能用了，工資下降，現在沒有了寒暑假，很多單位在重大節假日還需要加班。轉崗前，劉先生在湖南農村一所學校任教的3年級身兼數職，主講數學，還兼任體育、美術、科學、音樂老師。2025年暑假，他主動選擇了轉崗，進入縣級機關事業單位。劉先生表示，每個學區有固定指標，要求一部分老師轉崗。在領導詢問轉崗意願時，自己主動做出了這一選擇。他說，我當時想，農村學校條件艱苦，當老師繁雜，事業多，將來可能會面臨縣管校聘的政策，對異地老師來說充滿變數，並且當時學校有較大的人事調整，學生生源減少，有這些原因在，我決定調換一下崗位，看會不會輕鬆一些。轉崗以後，工作環境變化，物質生活條件提升，出行交通更便利，但新的工作內容对許多教師充滿挑戰。劉先生同樣也如此，他表示作為教師，我已經對教學很熟練，突然轉到新崗位，所有東西都要重新學。我轉過來分到了一個專業性比較強的崗位，現在邊幹邊學，還不能完全接手工作。儘管如此，在劉先生看來，生源減少、教師超編的情況下，教師轉崗潮是大勢所趨的必然結果。如果再回到當初，他將會更謹慎的選擇更適
適合自己的崗位。这個九派新聞這個報道啊，實際上也不知道哪兒觸及到敏感點，居然沒有了。實際上關於教師轉崗這個事情啊，我們看一段視頻。教師這個職業即將是下一個土木，可能還不如土木。現在中國教師面臨的3座大山：轉崗分流、退出機制、編制鎖死，每一項都是讓教師不再是众人眼裡的鐵飯碗，而是即將全線崩溃的職業逃亡。先給大家上組真實數據，感受一下这波寒季到底有多猛。今年9月沒有招滿的小學是比比皆是，上海浦東小學僅招生22天，幼兒園招聘直接砍半，虹口區學前教育只招18人，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安徽多個縣區都發布了教師選調分流方案，覆蓋近萬人。而給轉崗的還算好的啊，根據中國教育在線披露，全國已有超10個省市探索建立教師退出機制，編制大省山東今年率先落地，取消編制，改為合同工制度。更狠的是貴州長順縣已經明確出台了教師退出細則，待崗、轉崗、辭退一條龍服務啊。今年就有教師因為教學質量差直接被開除啊，這可是在編教師啊。上海大學人口研究所預測，未來10年中教師將減少533萬人，而問題是現階段的基礎教師總數也不過是1000萬出頭，10年難道真的要減少一半嗎？而且別以為大城市穩，今年的操作簡直是顛覆認知。北京豐台區25年8月剛推出退出機制細則，考核末位的老師先扣光績效，再轉崗去後勤，3次不合格直接解聘。全市超80所中小學試點已經有第一批在編教師被優化出局。上海徐匯區更是包班式流動，100餘名教師被強制調去薄弱校，美其名曰資源均衡，實則是變相分流。今年小學招聘崗位直接縮減40%，更讓人意外的是杭州西湖区今年公办學校編制招聘直接0名額，還試點備案制教師清退。上城區已經有37名備案制老師因為學校營收下滑被欠薪3個月，想轉變比登天還難。有人以為學生會減少，讓老師工作更輕鬆，那是真天真吶！中國教師健康白皮書早就揭露了真相，90%的老師體檢異常，一半人查出結節，心腦血管疾病發病率與普通人高出6個百分點，冠心病風險直接飆升了1.8倍。現在更慘啊！25年深圳某區教師離職率已經高達12%，教培行業共有40%的從業者被迫轉行。教師的日常不僅要備課批作業，還要應對各種行政檢查和複雜的家校溝通，工作壓力堪比毒劫。而這波震盪的根源就是人口下滑的多米諾骨牌效應。24年學齡人口達到巔峰之後，每年將減少100萬到200萬，28年後更是每年銳減300到400萬。這一波裁員潮將從幼兒園逐步蔓延至小學、初中，最晚到36年，大學教師也將面臨崗位壓力。隔壁的日本經歷啊，堪稱是活生生的恐怖片，被我們敲響了警鐘。開始在80年代呢，日本老師也是公務員編制啊，工資比普通白領高20%，社會地位是極高，與我國過去教師光環時刻是如出一轍啊。然後變故發生，90年代啊，少子化率首先衝擊幼兒園，出現教師比學生多的困境，招聘名額從42萬驟降至18萬，大量代課老師被清退，和我們現在就差不多了啊。招聘縮減、清退備案制教師的操作高度同步。隨後呢，日本政策釜底抽薪，将教師移出公務員队伍，工資暴跌30%，福利全砍，穩定工作淪為臨時崗位。此後，老師的工作是壓力翻倍啊，工作時長從40小時增加至62，行政事務纏身，最終優秀人才紛紛逃離，行業淪為混子聚集地。同樣呢，國內也在行動啊。你以為老師縮編就是直接按大比例、大規模裁掉老師，大量老師直接下崗？實際上呢，老師縮編那就是軟刀子割肉啊。第一步呢，就是只出不進啊，大規模減少招聘新老師，甚至是直接不招了啊，并且是退人縮編啊，退休一個老師就少一個編制唄，10年不招老師就減少20%-30%。第二步呢，就是清理，按照某個時間線一律清退非编老師和沒有教資的各種渠道老師。第三步分流，就是把編制內老師分流到其他事業單位，帶編轉崗分流。第四就是縮編下崗啊，通過制定一系列的退出政策，類似於90年代停薪留職鼓勵創業那種啊，或者一次性买断工龄下崗補貼。第五步呢，才可能是簡单粗暴的按比例強制裁撤。但是呢，裁撤誰下崗那就得有的看了啊。而现在呢，每個地方都在實行不同步驟啊，只是沒有到一刀切的程度，溫水煮青蛙嘛。而國內教師群體呢，也在尋找逃生之路啊，要麼從語數外轉到音體美，要麼從小學送到初高中，要麼從農村搬去市區，運氣差的直接被發配到行政單位。但別以為保住編制就萬事大吉啊！25年教育部已經明確共編，有的地方直接宣布啊，今年就不招新老師了，非編老師基本上是第一批被淘汰，備案制老師可能面臨欠薪，就連在編教師啊，也可能被跨区域調動，遠離家鄉。北京那位教了10年語文的網紅王老師啊，今年就被調去教勞動課啊，績效少了一半，想辭職又怕找不着工作，只能硬扛。所以現在對於還想考教師編的年輕人來說啊，別再盲目跟風了啊，要理性看待行業前景，要提前做好職業規劃。對於在崗老師來說呢，提升自身能力，適應跨學科、跨學段教學的要求，才是應對變化的底氣。日本的北
分一句，少子化就是面鏡子，所以以史为鉴啊，应对变化，才能在未来的職業生涯中生存下来。当下这個大環境，實際上大家都清楚，教師這個鐵飯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啊，就消失了，還不是打破。所以我來談談我對這個教師這個行業看法啊。我記得這個恆大剛爆雷的時候，從那往後的吧，咱們就很多節目裡面直播的時候就一直在強調，我的印象很深刻啊。當時我就說這個，因為人口的趨勢肯定是在往下走，沒有辦法的。那你現在看一看啊，我們2025年新生人口好像是792萬吧，對吧？跟高峰期相比已經腰斬。先不說幼兒園、小學、初中、高中啊，我們說大學，2026年咱們這個大學應屆畢業生啊是1270萬，我們的新生兒才790萬，這中間差是400-500萬呢，500-600萬，對不對？而且這個人口短期它不可能回升啊，對吧？按照慣性它還得下降，那這必然導致啊教師是過剩，學校過剩。所以大家看到沒看到？實際上就3年前啊，4年前，各個地方幼兒園就開始倒閉了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很多幼兒園，尤其民營幼兒園啊，它那種都是加盟，然後都是一個牌子一個品牌的吧，下面在一個地方會有幾十家幼兒園，然後這個幼兒園呢，它有各種入園的政策，入園政策說來說去就是叫資金池啊，大家把學費一交，哎，你交一學期一交也行，有的讓你1年一交，有的讓你3年一把交了，哎，你3年一把交便宜啊，優惠，對吧？如果你一學期一交，那就是比如說是1萬，那你1年一交，按理是2萬吧，哎，他收你18000，3年一起交呢，本來6萬，他收你5萬，這很多人就願意3年一起交，這3年一交，實際上他那個就形成個資金池，這個錢呢就把它挪用去幹什麼呢？要麼炒房子，要麼投資，要麼開新的幼兒園。那這個玩法大家都知道，就有點類似於龐氏騙局。當這個新入園的小孩越來越多的時候，1年比1年多，哎，他這個龐氏騙局就沒事，就能往下一直玩，玩到他投資的那些東西能開花結果，哎，能夠產生大額的利潤反哺，哎，他就續上了。如果他投資的那些項目都失敗了，比如房地產沒法套現，比如買了股票巨虧沒了，投資開了餐館倒閉等等啊，打了水漂，或者是轉移到海外，那就是詐騙了，他把錢轉移到海外，先撈一把就跑啊。如果趕上新生兒出生率下降，入園的小孩就越來越少，這個時候出園的小孩就多，對吧？他很多時候他這個錢就供應不上了，進來的錢少，花掉的錢多，他就爆雷。這是幼兒園啊，因為小學、中學是9年制義務教育，不存在爆雷這一說，是國家托底。所以這幾年是不是幼兒園到處在爆雷啊？很多地方幼兒園關門，莫名其妙，就是玩不下去了。當然他這個資金池的情況，有的很嚴重，有的不嚴重，對吧？有的輕一點，無非就看他槓桿什麼情況。所以你就不知道為啥這個很多身邊的幼兒園感覺還挺熱鬧，突然就關門。我這舉例子啊，那幼兒園一關門呢，幼兒園的老師是不是就第一個受衝擊啊？所以我在幾年前我就說的吧，我當時就建議啊，如果你是師範類大學的學生，反正你還沒畢業呢，對不对？你也別想着當老師了，考什麼教師資格證沒必要，踏踏實實準備改行，一畢業就改行。甚至那些已經畢業啊，當了2-3年、3-4年老師的，因為有的人當了老師還沒編制，趁着年輕趕緊改行，還來得及，不要再混個3年5年，又10年過去了，30多歲了，那個時候再改行就很痛苦。對於那些已經幹到40多歲了，對吧？那你就熬吧，再熬個多少年退休吧，那沒辦法，因為40多歲再改行，這壓力比較大。當然了，你要有這個決心也可以改啊，有的人畢竟，對吧？不是所有人都能適應，這是我當時我就建議的吧，尤其那些年輕的剛考上師範大學的，千萬不要把自己當老師，甚至你幹了3-5年老師的，趕緊趁年輕改行。你看這不，教師的鐵飯碗，教師這個行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，受到衝擊呀。那我現在的建議啊，比如說那個現在有很多有編制的老師要轉崗，這個時候我建議啊，趕緊轉崗，趁現在年輕，趁現在還有崗位，還有編制。現在轉崗，你有編制的轉崗也是有編制的，那你趕緊的不要再挑，不要再猶豫，趁現在有政策趕緊轉崗，未來嚴重情況下可能就不僅轉不了崗，而且就也沒有編制，說不定就被裁掉了，對吧？你就被悬在那兒。現在好歹各個地方為了吸納這些老師，拿出崗位出來，未來這個崗位恐怕都沒有了。現在你很多地方還可以挑一挑那崗位啊，未來你也沒得挑，而且沒崗位，這玩意就得當機立斷。這個時候不能在那兒斤斤計較。有人說，哎，你看我在農村當老師多好啊，家裡也照顧了，雖然工資不高，但是我這一年對吧，也只有上100多天吧，他就反正老師假多啊，在家裡還能照顧家，在農村裡面，哎，他就不願意去縣城。教小學比教初中啊要輕鬆，
教初中壓力大，尤其带毕業班，有的时候你带高中那就更麻煩了，那还得比拼，对吧？各种考核，压力很大。但是现在没办法，如果你还想干老师，你就去抓住机会轉縣城的初中老師，甚至轉高中老師。如果你不想幹老師了，你就轉什麼其他的崗位，趁現在還有編制。現在不是老師轉崗的問題，現在未來是老師編制就沒有了，這是大勢所趨啊。現在各個地方政府缺錢缺到什麼程度，大家也知道。自從這個土地財政難以為繼，地方政府的窮盡各種辦法去創收，就是為了維持發工資。大家可以找一些數據看一看啊。現在有的一般的中西部很多縣呢，它2/3的錢都是用來給老師發工資，就老師的這種工資支出啊，是占很多縣財政的那支出2/3啊。你想這麼大的一個包袱，還有老師的退休工資更高，這些恐怕以後都要會有變動啊。總體上啊，是由於這個新生兒出生率急劇下降，導致老師過剩，教育這个行業已經不再吃香了。這第一個，第二個呢，正因為現在孩子少，以後上學啊，競爭也沒那麼強了。畢竟你看，你現在小孩都上大學，大學還做不滿呢，競爭沒那麼強了啊。那跟教育相關的產業都會萎縮，教育以後未來啊，跟那個土木的專業是一樣，比他還要慘。這視頻裡已經說了，你看看現在土木工程人多慘，3年不發工資的多的是啊，3年只發生活費，然後逼你辭職。這些啊都是國企央企啊，中字頭的。現在網上這樣帖子特別多啊，他走到這一步他沒辦法，他沒錢吶，房地產低迷。那老師這行業不一樣嗎？你倒是沒學生，對不對？我覺得要不了3-5年啊，恐怕很多老師倒是只能發基本生活費，讓你回家待着，你有編制也怎麼樣，反正沒錢。不要說農村了啊，連北京上海很多小學現在已經開始招不滿了。以前小學啊，1個年級8個班10個班，現在只能招4個班，對吧？有的學校乾脆啊開始合併了，就這樣一線城市啊他都扛不住。你說很多農村地區現在一個鎮好幾個村，對吧？搞一個小學，然後一個鎮搞個中學，縣城裡有2個高中，還只能這麼幹，人招不滿了。那你說多少老師過剩？所以現在啊，那些年輕人考大學的，如果你還沒選專業，這個教師這個專業就別選了，選它幹什麼呢？是實在沒辦法，沒地方上，你就去師範學校，否則都不選師範。我認為啊，這是剛才說的是咱們現在這個大背景經濟形勢，對吧？沒辦法，你就只能這麼選擇。第二個，從個人發展角度來說啊，老師這個職業，從我們的宣傳中啊，教師是吧？人類心靈的工程師，人類靈魂的工程師，辛勤的園丁，都是美好的。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，越是吹捧，越是說它美好，實際上往往掩藏着、掩蓋着這個職業的殘酷，這個職業對人的這個桎梏啊。怎麼這麼說呢啊？就是從個人發展角度來說，我覺得這當老師對個人其實不好，但是對社會有用啊。那你說對吧？什麼園丁又是靈魂的工程師，當然這個東西在東大成不成立還是另外一回事。你在美西方是不是成立，是不是不一樣，咱們另當別論呢。咱們現在就是就事論事啊，就是泛泛而談。所以教師這個行業對個人來說，我認為是不好的，對個人發展啊。因為你看啊，你從5歲6歲上幼兒園，當一直上到本科，本科一畢業，有的上研究生，有的還上博士，完了有的就是本科畢業了直接去當老師了，有的是上到博士當老師，中間是無縫銜接，當老師一直當到退休，然後中間沒有任何其他的經歷啊，就沒有到社會上去待過，闖蕩過，沒有挨過毒打，沒有被社會洗禮，這個何嘗不是一種人生的遺憾呢？這個對個人來說啊，它是不完美的，甚至說不好聽一點啊，你從學校到學校，你這輩子沒離開過學校，實際上你是活在一個巨大的信息繭房之中，你從小被人灌輸的那些東西，當老師你再灌輸給學生，我覺得這對個人來說它不是最好的選擇，這個導致你人生啊，就是很多地方都是空白，知識認知極為有限。你想你當老師很少跟人打交道嗎？你就跟語文老師跟數學老師打交道，跟校長打交道，然後就跟頂多跟學生家長，現在都很少打交道。教師這個職業，我覺得對個人來說它其實不是好事。如果你大學一畢業就開始在社會上闖蕩，那麼面對什麼轉崗、調崗甚至跳槽，對吧？從這個公司跳那個公司，從這個崗位跳那個崗位，那不都是家常便飯嗎？有什麼適應不適應的？一個老師天天在課堂上給人上課，教學生這麼做那麼做，結果自己說我一轉崗我就不適應，那這老師說明自己實踐能力很差，對吧？因為你教書育人呢，你在那兒講台上你不教學生該怎麼辦嗎？怎麼面對這個社會？怎麼樣找工作？遇到工作應該怎麼做？等到你自己工作的時候搞不定了，不適應，對吧？這個恰恰反過來又說明啊，這教師這個職業
制約了你。所以说来说去啊，就是教師這個行業，現在啊還在做老師的，要早做心理準備。我還是那句話啊，如果說你已經40多了，教了10幾年的書了，那你就等到退休吧。如果你是在教2年3年，你趕緊改好。這往後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，就像央企它也會倒閉，一樣會裁員。如果你年輕，你還有各種可能性，我們不能跟這個趨勢作對啊。790萬新生兒，全國大概是3000個縣和縣級市。還區3000個，這樣平分啊，一個縣只有2000個小孩，2000多嘛，不到3000，這什麼概念？一個班40個人，也就80-90個班，一個學校一個年級，如果4個班5個班的話，也就是20個小學。你按這個小孩來算，他只夠啊養活20個小學，填滿20個小學。你知道一個縣老師有多少？所以你就知道這個老師富裕了多少。如果新生兒到600萬呢？當然，現在很多老師還在算啊，說哎，我這是技術崗，轉到什麼事業單位就變成一個什麼管理崗，職稱帶不過去，工資工齡什麼一大堆帶不過去，反正管理崗工資低一點啊。現在不能算這小賬了，現在是要有眼光，趕緊抓住機會，因為再過2年恐怕給你留的崗位就是當門衛，搞衛生，你去還是不去呢？再過2年你當門衛搞衛生的崗位都没有了，那個時候再走向社會，再去說重新找工作，那多難呢？現在社會上工作更難找啊，對吧？就是越往後越難找，競爭越激烈啊。所以說這個什麼叫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，就這意思。那大家肉眼可見的知道，未來這個老師這行業越來越難，地方政府沒錢也養不起，對吧？而且以後這教育它肯定是按小孩人頭算了，這個政府撥這個教育經費，它是按小孩算，你不能有這個想法說反正我不管，以後政府得管，我有編制，不能這麼想。有編制，30年前國企大下崗，然後這個什麼幹部下海，什麼停薪留職，也不是沒幹過，這些都是歷歷在目啊，這些離現在並不遠。老師教學生怎麼找工作，怎麼應付社會上，怎麼應付職場，現在輪到老師自己教自己了，輪到老師實踐。這個世界啊，永遠不變的就是變化。最後我這樣說的是，不管老師這行業，實際上都一樣啊。大家要做好什麼呢？不要有一個有個飯碗你能端一輩子，不要有這個想法，對吧？從你上了大學開始，你就想着你啊，以後居无定所，然後吃啥不知道，能幹啥也不知道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試一試，什麼行業我都試一試。你從這個啊，改革開放這30多年來啊，40年吧，因为我老拿那個碼農開玩笑，大家也知道為什麼老拿碼農開玩笑呢？因為這就是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，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享受了改革開放成果，享受了這個科技發展成果的這麼一個行業，這麼一群人就是碼農。沒有碼農之前啊，你找什麼工作，一個月就是2000、2500、1800，後來等到你找工作，對吧？普通的工作啊，就是5000的時候，碼農一上手啊，就是15000、2萬。碼農就是改革開放技術發展這麼催生的這麼一個職業，這麼一個崗位，是高薪，但同時呢，他有這個承受的壓力，就是他要加班，他這種工作性質導致的敲代碼，然後同時又導致什麼呢？他的職業生涯很短，35歲往後人家不要了，對吧？人家要更年輕的碼農，你看看，所以你看碼農的優點就是工資高，跟其他行業比啊，缺點就是壓力大，然後呢，這個周期短，生命周期短，職業周期啊，就到35歲就沒人要了。你看看，就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後這麼多行業，這麼多職業，這麼多崗位，哪有什麼鐵飯碗呢？如果你在華為，你在騰訊這樣的大廠，你說你一畢業就去啊，你幹到30多歲，你要麼就升上去了，你當個總監，哎，你說還能幹？等到40岁的時候怎麼辦呢？你就得升上去，升個副總，對吧？部門什麼副總之類的啊。如果你升不上去，那你又得走，升不上總監，30多歲就得走了。你不走，那後面小孩一畢業20多歲怎麼管呢？誰管誰呢？你說哪個小孩20多歲管一個油膩大叔，手下一群油膩大叔，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就逼着你，对吧？你非升即走啊，就像大學一樣啊，非升即走。企業裡是一樣的，就是大廠啊。所以好多人說，哎，我到了35，到了40，我自己的感覺要走了，自己的預感不好了。為什麼呢？一看那下面都是朝氣蓬勃、年輕的面孔，都20多歲，你這老登還在那兒，你還是普通員工啊？你關鍵是不說了嗎？你不升不就是普通員工嗎？所以你幹不下去啊。這是大廠啊。那你說鐵飯碗，現在稍微鐵一點的就是那種公務員啊，咱們公務員好像就是800萬，但是啊，在我看來，公務員也不是鐵飯碗，對吧？這個公務員這活誰幹了誰自己知道，心裡有數。這公務員還不如去那華為大廠幹呢。我說這個什麼意思呢？對吧？說這個就是我們要做好一個心理準備，就是沒有個什麼行業讓你幹一輩子，就是我們就是什麼行業能幹幹就幹幹，不行就換，從心態上調整。這樣的話，當你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，你就不在乎，因為你心裡早就已經叫什麼，做好心理建設，主動擁抱變化。所以雖然說教師這個行業啊，現在首當其衝，也不叫首當其衝啊，是這個有編制裡面的首當其衝，受到衝擊。實際上各行各業都差不多，大家都做好心理準備，從根本上，從思想根源裡面
來，要杜絕那種說這個事我一幹就是一輩子，這個饭碗我一端就端一輩子，不要有這想法，要有親臨的心態，時刻親臨吶，從頭開始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這麼多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